后来乡亲啊，换来看中国离武汉了后，浙江的温州已经将做第2大疫区。温州当地政府昨嘛祭出着封城令，规定每一户人家每2天只会通派1个人出门来采买着生活用品。也毋过，这雄雄发布的封城令造成警民的对立。 也有网友拍影片，讲伊所讲的这个封城，竟然是用柴棒把社区的大门封起来，实在互人看甲拢硬气。把一群病毒的放在我们岛上。温州洞头区三环岛游览车送来真侪人，翕这影片人讲，当局敢若将武汉肺炎的患者送来这都无要插啊。一车病毒的人。 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咧传，即马浙江省温州市的情形嘛变较真严重。当地政府7日透早雄雄宣布，要实施人流的管控措施，规定每户每2天敢会使派1个人出门买物件。现在小区都不让进，都是放在保安室的呢。这样子的话，免得交叉感染嘛。雄雄封城引起民众的不满，当局调动真侪警力来才维持稳定。部分的所在阁发生警民冲突。 温州市的人口有900万，为了大幅度减少人员的流动，未少社区大门用绑啊封起来。国社讲要对抗疫情，温州病例遮侪原因，可能是包括20万温州人伫湖北，而且大部分集中伫武汉。所以讲，武汉又搁被称之为温州人的第2故乡。目前温州封城令估计要实施到2月7日，警民的冲突敢会愈来愈严重？目前也无法度确定。